各位安安，我是来自新兵酒吧的调酒师陆福，今天要来回答网络上关于酒的问题。Long drink、short drink 和 shot 分别是什么意思？又有哪些经典的调酒呢？ Long drink 长饮， short drink 短饮， shot 形容啉足紧的声音，通常是指一口酒的意思。 Long drink 大部分都有冰角，使用较大的杯仔。经典调酒有 Gin Tonic、 Mojito、 Moscow Mule。 Short drink 大部分无冰角，小可高的调酒，使用较细的杯仔。经典调酒有 Espresso Martini、 Dirty Martini、 Margarita。 长饮与短饮分别不是绝对，有时候会有特例。印象中各种饮料、调味料都能当作调酒的原料。想问调酒师，听过最特别奇葩的原料是什么？又有怎么样的由来呢？我讲的不是上特别的，是大部分人没听过的三种材料。例如蜂蜡用在烈酒蜡洗，能去除烈酒的杂味，提升口感的顺滑度。肖楠木用在浸泡烈酒，能多一份木质调风味。拜拜用的香可以增加汉方中药烟熏香气。调酒师对于《王牌酒保》这部动画的评价如何？《王牌酒保》分为旧与新两个不同动画呈现方式，我无法评价。但是我会讲，它是我学生仔时代头一个改变我对调酒想法的作品。不知道会不会离题，但想知道为什么女同志酒吧越来越少的感觉。拍摄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每个县市消费习惯不同，间接造成酒吧种类不同。在料理上，我们会留下文本的传统食谱上跟更改食材技法，以及创新出自己的风格。如果各家会有一些没有文本记录的家常味，想问一下调酒会不会有这方面的东西？请问你平常调酒的时候会改动酒谱创新吗？有没在酒谱上的个人肠胃配方吗？创新到列入公认酒谱大概会多久呢？大部分会说是经典改良或经典创新，会依据要的风味调整经典酒谱。创新到公认酒谱要多久？在台湾会说不一定。过去日本调酒协会有定义，在日本占比多少间酒吧都有贩售的调酒会列入经典。不确定现在日本调酒协会有没有改变定义。如果是国际调酒协会，则会倾向比赛得名的调酒能被公认成为经典。成为一位职业调酒师需要掌握哪些技能？调酒基本功与成本计算，以及判断现场状况，还有很多大家想象不到的技能。例如如何安慰失恋的客人。如果遇到做很久但只点无酒精饮料的，会私下偷偷觉得这客人很怪吗？没哦，我不感觉奇怪。对于不喝酒精的人，除了直接说要无酒精的以外，进到酒吧时要怎么点才能最大程度避免喝到酒精？请调酒师或店员介绍无酒精部分，或是看酒单无酒精部分。有机会遇到无酒精鸡尾酒与无酒精啤酒，还有无酒精葡萄酒。有酒精饮料和无酒精饮料哪一种比较好调？不一定，因为主要爱的口味跟口温是不同款的。为什么长岛冰茶特别容易醉？为什么酒单都要写一堆英文？长岛冰茶使用比较多种基酒，
与可乐属于有气又浓度偏高，容易醉。为什么爱写一堆英文？因为那是调酒的材料。遇到有客人点那种容易把人灌醉的酒给别人喝的时候，调酒师一样会照做吗？我袂，大部分的同行拢袂。有时候会有特例，请各位还是要留意陌生人送的饮料。调酒师怎么从 OK 保护自己或其他客人，从语言、肢体骚扰到不怀好意的想法。保护自己的方式不一定，看客人的状态，有不同的应对方式。有遇过客人想给100块，要求跟客人一起抽烟，自己当下明确拒绝客人，选择继续工作，用冷处理的方式保护自己。会建议第一次去酒吧的人从哪些酒款开始尝试？如果去餐酒馆，会推荐酸甜带气泡类型的经典调酒，很适合开胃或搭餐解腻。如果不局限经典调酒，现在很多酒吧都有自己的特调，可以请调酒师推荐。今天回答各位酒客的问题，如果喜欢调酒、烈酒、葡萄酒、雪茄，可以追踪我的 YT 或是加入群组，跟我以及酒客们一起聊天。